新闻一开始提供一个上届新的消息，给观众朋友，就是这总统府下晡4点41分的时阵呢，有一台白色轿车向冲来，现场宪兵警方随甲这驾驶压制，而且甲人抓起来。初步了解是一名差不多是49岁姓杜的查甫人。总统府头前正会所在一防浪派无人受伤。这个查甫人去弄总统府进前呢，有去 AIT 头前乱起喇叭，这详细情形搁爱调查。 经本分局发现他有异状啊，要予以拦查时啊，图加速啊，冲撞总统府府前的花圃啊，造成3个花圃有受损的情形啊，但无人员受伤啊。除依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治单之外啊，另外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及毁损罪啊，移送侦办。 对这个画面顶头会当看到，讲这台车是冲正紧冲对这总统府头前的回台。这车顶头呢有喷漆写讲国家认知组织 AI 改造治安 SOS 入侵登记。这台车让总统府进前就先去到内湖的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头前乱起喇叭。警方伫咧现场管制了后，车就驶离开去让总统府。总统府发言人表示讲，已经甲人交予警方。那警方表示讲，招斥达实人车顶也无违禁品，伊为什么要驶车让总统府呢？这部分搁爱调查。